挑戰港鐵第8集，龍運巴士233奇蹟逆襲，直達迪士尼樂園。挑戰港鐵來到第8集，在此之前，港鐵暫時以4-3領先，全靠大家的支持。今集我們終於迎來了關鍵一戰，希望能再下一城，逼和港鐵。本集的挑戰者實力非凡，是入 KMB 182 and KMB 48 Sting Roblox and Bus Studio 建議，並獲得破紀錄108位觀眾朋友俾 like 支持的龍運巴士233。兩大交通工具大對決，屯門站去迪士尼樂園。根據港鐵資料，需時59分鐘，轉乘2次，車費33.8元。如果龍運巴士233能於59分鐘內由屯門站抵達迪士尼樂園，就可以勝出挑戰了。關於龍運巴士233的故事，如果你是首次到訪香港迪士尼樂園，首選當然是搭乘港鐵迪士尼線，欣賞極具特色的主題列車，彷彿走進童話故事般的夢幻國度。但對香港在地人來說，其實還有一條隱藏版的旅遊路線，那就是龍運巴士233。這條路線的歷史甚至比香港迪士尼樂園還要早一點。2005年8月16日開線，在樂園正式開幕前，同年9月12日便率先投入服務。初期提供每日來回服務，平日早上3班，假日5班，途經屯門公路、汀九橋及青嶼幹線。2008至2017年陷入低谷，2008年取消平日早上往樂園班次，2010年屯門總站遷往屯門站公共運輸交匯處，到了2017年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由屯門站開出的班次更慘，被削減至僅剩1班。2020至2021年疫情打擊與轉機，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，樂園多次關閉，233亦因而數度停駛。然而在2021年樂園有限度重開時，233迎來轉機，示範星期1至6上下5班次，令這條瀕臨取消的路線奇蹟地起死回生。2022年全新定位路線迎來大改道，來回程改經龍門路及屯門赤鱲角隧道公路，不再途經屯門公路。此舉不僅縮短了行車時間，更調低了全程收費，並增設與途經屯赤隧道的 A 站及 E 站之轉乘優惠。現行最新班次資訊，現時233由屯門站開出的班次，每日固定班次6點30分，樂園開放日加開9點15分、10點30分、11點30分，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再加開12點30分、下午1點30分。號白，我們準備上車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
實測結果，R33最終僅用了44分鐘，便由屯門站抵達迪士尼樂園，比港鐵快了足足15分鐘，免去轉車之苦，車費更具競爭力。R33挑戰成功，為巴士團隊創下4連勝的輝煌成績，將總比數成功追平至4-4。下集預告由你決定。挑戰港鐵，戰況愈演愈烈，請大家繼續努力，歡迎在下方留言建議下一集挑戰港鐵的巴士路線，並記得指明起點站和終點站。同時看到心儀的路線建議，記得順手給個 like 支持一下，多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個月再見。